陈时中指挥官莅临现场。谢谢。来，我们要先量额温。今天最主要是来吃卤肉饭嘛，那看看就是说我们餐厅，这样开放之后，有相关的一些准备，那是不是足够让大家能够安心的饮食？那近来我们的确诊案件也都渐渐的平静，那怎么样恢复正常的生活，又能够例行我们防疫的新生活？那这样我们的生活当然就会越来越安全。所以我们今天来这边试试看，那谢谢大家。铁人部长一级棒，正。防疫团队5月天，耶！防疫新生活运动 ，OK。铁人部长一级棒，正。防疫团队5月天，耶！防疫新生活运动 ，OK。一人一票。谢谢各位长官、各位媒体朋友我们今天胡须章帮大家准备的就是胡须章的招牌怀旧卤肉饭它里面也有我们好吃的蹄膀还有配上我们的苦瓜排骨汤，还有一小碟的这个我们的青菜特别是各位可以看到我们碗里面有一颗满满代表0号的子弹也希望我们之后的疫情每天都可以零确诊好，不好意思，来出场。那也因为台湾的进步，我们愿意跟世人分享，我们愿意多做贡献，我们把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成果跟世界来分享，让世界看到台湾。今天我们也高兴了我们今天就说8乐今天有8个0我们也第33天的本土零病例，就说台湾是安全的。不过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都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新兴传染病的一个压力，那也感受到人的力量的不足。平常纵使做了再多的准备，可是在碰到这样的新兴传染病的时候，我们似乎永远都准备不足，但是呢，这样的一个病也可以带来我们重新的思考。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创新，那我们加上我们台湾的一个弹性，那有智慧，然后品质，这样串联起来，让社会很多的方面都不断的在进步，把原来基本潜藏在里面的力量也都激发出来。在这样的一个困苦的环境里面，我们运用我们的智慧、创新、弹性，然后加上我们刚才讲设计这样的一个基本，让整个的品质都往上升。人就是这么的可爱，在没有困难的时候，似乎大家过得很愉快。可是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人的力量就彰显出来，让我们人就更进步。那尤其在这一次里面，我们跟美国 AIT 有很多的一个合作的机会，双方平常可能有一些地方都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机会可以一起来做。那现在在这样的疫情里面，我们就发现朋友是这么的重要，大家有缺有得有失，但是怎么样互相来补足，让我们更进步更好。那这是让我们在这么辛苦的一个防疫的期间，大家也得到非常宝贵的经验，也交到很多宝贵的朋友。那这些都是在防疫的后期，或是未来会带来台湾的进步。那也因为台湾的进步，我们愿意跟世人分享，我们愿意多做贡献，我们把我们的智慧、把我们的成果跟世界来分享，让世界看到台湾，也让世界看到辅仁大学。好，谢谢。
谢谢副市长的美言，感谢，请先回座。